各位豬仔豬女，今日豬優空同大家坐火箭穿越唐朝，一齊跟古人學作詩啦！準備好就出發。今次介紹李白寫嘅《靜夜思》。呢首詩雖然得20個字，但係超級出名，豬仔豬女要留心啊！《靜夜思》作者李白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成首詩嘅意思係李白有一個夜晚醒咗，見到窗邊有月光嘅光照，以為係霜，於是抬起頭望月，就諗起自己嘅家鄉。各位豬仔豬女，詩中提及嘅疑是地上霜嘅霜字，李白將月光比喻成霜，係咪因為佢覺得好凍地上結霜？答案梗係錯，呢句係講緊李白嘅孤單心情，好似霜一樣咁冷清。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，就係睇到月亮嗰時，就想念自己細細個嘅鄉下，有好多親人，好熱鬧。好多同學作文都識引用古詩，但係成篇文好似背書咁，老師睇到呢都眼瞓。其實重點係你要識點改同點樣可以演繹出嚟。有時作文都可以咁應用。嗰日晚上我獨自喺公園散步，抬頭見到月亮，突然想起阿婆以前亦係咁樣陪我睇星星。嗰一刻我真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阿婆。就好似你去旅行嗰陣，突然間諗起阿媽，你就可以講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媽媽。呢個就係連結自己經歷，將詩連繫你自己嘅故事，你就終於明白李白點解會低頭思故鄉啦。原來真係會想念啊！用詩表達你嘅感受，而唔係硬塞入去。要選合適詩句。唔係所有詩都可以用，要睇你作文主題。例如想寫思念就用李白《靜夜思》，想寫友情可以用王勃《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》。今集時間又到啦，不如我哋再一齊讀多次《靜夜思》。《靜夜思》作者李白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最後送上用靜夜思嘅詩句創作嘅歌，請細心欣賞。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夜静思故鄉，舉手望明月光。灑落地上白子霜，勾起我思念的情長。我在這一地，凝望明月照亮了心房。月光照在我身上，讓我愈發念